所有莲友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哇，好长一段时间呢，没有写一些墨宝跟各位大家结结法缘呢，很抱歉，因为最近太忙了，太忙碌了。今天刚好有空档，我就介绍这一章：善法要多闻，能增长智慧。善法叫好的修行方法，好的做人道理。这个对你有帮助的，你要多听啊。善法要多闻，就要多听，好好的去追求。你看修行的道理，叫你一定要听什么？不要贪心，不要嗔恨心，不要愚痴心，不要骄慢心啊，不要怀疑心。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多听呢？因为了解到这些会造成我们心态上的污浊，会污染。一旦污染，我们就执着。一旦执着，就会去贪求。你贪求就叫做业力，业力使然了。执着就是一种业障，已经慢慢的产生了，慢慢的浮现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对世间明明佛菩萨告诉你，这是个假象，是个假象，是个因缘的集合。缘如果尽了，它自然就离开了；缘如果出现，你要好好去珍惜。这个世间就缘来缘去的。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个，你就不去贪求，不去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去多听啊，多听才增长智慧，叫你看破，要能放下，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贪求，那你的心才会干净。心一干净，你的本性就不会去污染，所以才能增长智慧。智慧就是你对于世间的真相，你明白吗？你了解吗？你了解，你就能看得开，你就能放得下，那么毫无挂碍。我们要到西方就非常自由自在，这个叫增长智慧。善念要多施，能培养慈心。我们如果慈悲，为别人着想，替别人分忧，我们有能力尽量去贡献。各位，这个善的念头一定要多多从你的内心当中去萌养，这样培养这种慈悲心啊。慈心就是能给众生带来幸福跟快乐，这叫做慈心。你先对别人好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。爱人者人恒爱之。如果你爱别人，别人一定会爱你的。你先恭敬别人，别人一定恭敬你，会回到你的身上来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你培养慈心，也有受大家尊重，你是一个大家都很敬爱的对象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善念要多施，善事要多做，好的事情一定要多做啊，一定要好好去推动啊，好好去宣扬啊。各位，善事要多做，我们人活在世间才有价值。因为你看，你出现，大家都欢迎，大家都带来方便，大家都带来希望，大家都带来安心。这个善事如果多做，能够广种福田呐，你的福报就一直增长，福报一增长，智慧开了，你的寿命延长，身体健康，非常强壮，家庭和乐，印途开通，所求都能吉祥如意，随心满愿。所以你看，善事要多做啊，你的福报才会慢慢的提升。佛号要多念，能够脱离生死。念一句佛号，消80亿劫的生死大罪。你念佛，有25尊的菩萨如影随形保护你。你想想看，一定要多念啊！念佛了以后，不但现世消灾免难，更重要，临命中阿弥陀佛佛光接引。哎呀，原来能够了脱生死，是要佛号多念，把念佛的种子种得很深，种得很牢固，那么你脱离生死就更有希望了。你的信心不改变，不退转，那肯定阿弥陀佛就是要救度你。那以后我们凡夫就进入圣人的境界了。我们要恭喜大家，这几点呢简单的道理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